歡迎大家嚟到正流理財手冊。今日呢，就唔係講啲咩特別股票嘅嘢，我呢就想開一個新嘅系列，就係每日嘅閒談，或者可能係一個市場嘅 update 啦，但我又唔係話非常之緊貼市場嘅情況嘅，純粹同大家傾下閒偈啦。嗱，如果我呢條片呢，或者呢段 podcast 上面有啲咩呢係講到關於同投資有關嘅嘢呢，都係一個學術交流啦，或者意見分享，就絕非投資建議或者嘅。咁啊，大家如果作出投資決定嘅時候呢，就記得諮詢專業人員意見啦。咁我就冇特別寫稿嘅，因為有啲最近返工咧有啲事情發生。嗱，冇錯啊，係啊，我係返緊工嘅。雖然即係我就係講投資理財退休規劃啦。咁其實我就基本上半財自咗噶啦，唔返工咧就係靠收息或者係靠投資收益咧，理論上咧都夠退休嘅。咁但係咧夠先退休唔代表要退休噶嘛，返工做得開心，又唔辛苦，又有社交，可以同同事傾下偈咁樣，又何樂而不為呢？咁所以我係有返工嘅。咁啊，做緊啲咩就我諗，不如等到我有1萬個定個目標啦，1萬個 subscriber 啦，1萬個人我就講啦。到時我就可能會出樣咁樣拍片啦。就我而家咧，因為份工嘅關係咧，其實出樣唔係咁方便嘅。咁咧，今日就同咗一個同事去食 farewell lunch 啦。咁同事退休㗎啦，60歲。佢唔係一個好高級嘅同事嚟嘅啫，佢係一啲比較前線，例如可能佢而家係一個月23,000蚊港紙啦，咁就退休啦，嚟緊2月尾退休。咁啊，佢就喺工作期間咧，其實唔係太多朋友，或者唔係太多同事同佢熟嘅。好多可能應該話大部分同事咧，可能都覺得佢返工好煩啊，或者係佢個人係點樣咧，唔係太好相處啊，比較挑剔咁樣。咁但係我覺得佢都喺呢度，即係喺我而家工作地點啦，做咗超過佢09年做咗15年㗎啦，都差唔多。做咗15-16年啦，即係有功有勞嘅。唔應該因為個人可能唔係太好相處，但係就會令到佢喺即係榮休嘅時候咧，都好似冇人陪佢 farewell 咁。因為其實佢付出咗好多嘅，即係如果你以一個工作或者你以一個工作單位嚟嘅概念嚟諗啦，其實佢係一個好嘅同事嚟嘅。咁啊，所以同佢食咗個飯啦，即係夾埋幾個普通即係夾埋幾個同事一齊啦，一齊食咗飯。咁就食飯期間咧，就問咗佢退咗休諗住做啲咩啊？咁佢就表現出退休後佢想繼續工作，佢覺得佢唔做嘢咧，佢會好辛苦。咁其實我知道個內情嘅，因為佢咧，我就聽同事講啦。咁呢度就由於報開名啦，真定假都冇所謂啦。就話咧，佢以前老公咧就係一個女同事嚟嘅。佢以前老公咧可能就借落咗一啲債，咁佢就擔保人啦，老公就走咗佬啦。咁所以咧，而家佢有欠債嘅金額唔知，我諗都唔細，因為印象中佢幾年前咧有追數嘅人打電話嚟公司咧，就話佢爭人錢唔還。咁最近咧都有收到呢啲電話，即係中間冇嘅，但係最近又收翻。咁即係其實呢幾年間咧，佢係冇還晒啲錢嘅，唔知爭幾多錢啦。咁問題就係佢退休咯，冇收入啦。一個我都好難想像，即係因為我個人咧就好有財務規劃嘅。你要我去諗，究竟如果退休後仲有欠債，我真係唔知點算喎。咁香港都有一個唔錯嘅退休保障嘅，即係首先你有強積金啦，嗱，你退休可以一次過攞筆強積金出嚟。我唔知佢嘅強積金夠唔夠攞嚟還錢，但係如無意外應該都夠嘅。咁但係攞出嚟還錢咧，咁佢就冇錢噶咯喎。咁佢要點啊？香港就綜援啦，佢可以攞綜援啦。如果你話你真係冇錢冇收入嘅話，然後佢又有咁上下年紀咧，應該啲長者生活津貼啊，會有生果金啊咁樣，加埋可能都即係客號非常之節儉咧，係 OK 嘅。咁然後可能再做少少，再揾啲 part time 做啦，咁應該係生存到嘅。
但係咧，其實我覺得咁樣咧有啲悲哀嘅。你成世人即係而家咧，特別係而家啲後生啦，上一輩可能唔同啲嘅。你人生嘅前20年啦，或者22年啦，坐底22年啦，即係大學畢業嘅話，你就為咗學習而奉獻咗你22年嘅光陰啦。然之後咧，你再22歲做嘢做到我當60歲先啦，早少少啦，30即係有38年嘅工作時間。而呢38年咧，其實你就係為咗呢38年揾到一份好工而用咗你前面嗰22年嚟返工噶嘛。所以加埋其實你60歲之前咧，你嗰60年咧都係為咗你依60年嘅工作而作出嘅準備嘅。咁好啦，到你喺工作嗰30幾年，其實你已經對你工作嗰個技能咧係非常之純熟嘅。但係如果你嗰陣時候退休咧，咁之後咧，你嘅人生其實你成個人生付出嘅所有嘢咧，好似係突然間冇咗咁樣。咁所以其實咧，你喺退休之前咧，我覺得人咧係應該要咧準備好你嘅興趣。或者你尋回你後生嘅時候曾經有過嘅理想，究竟退休後可唔可以嘗試一下追尋理想呢？或者你有冇啲興趣可以令到你退休可以繼續持續去做，而唔係好悶冇嘢做啦？咁但係呢全部都係本錢嚟嘅，咪全部都係要你工作期間積累嘅本錢，即係講緊你會退休後唔會要愁冇錢使。唔使去煩，每日開飯會唔會使多咗，令到你月尾就唔夠錢啦咁樣。咁呢啲全部都係你人生規劃嘅時候需要預先諗定嘅。如果你冇諗定呢，你只會喺你退休嘅時候咧就覺得其他人點解好似好成功，但係點解我做唔到嘅呢？咁呢啲其實係自細種落嘅因嚟嘅。咁同嗰個同事食完飯就冇乜嘢啦，要翻返嘅工作咁樣啦。咁然後大家都冇再講翻嗰個同事相關嘅嘢啦，因為始終咧講真嗱，香港嚟計，我唔知其他國家係咪都係咁呢？工作上同事咧，就算係可能好啱傾都好啦，但係你收咗工之後，其實唔會經常，甚至係唔會聯絡。咁如果你退咗休咧，其實唔會再揾翻對方噶啦。但係其實講真啦，工作佔咗你人生咁大部分嘅時間，點解工作所認識到嘅夥伴唔能夠做到朋友呢？都退咗休啦。如果你嘅夥伴同你差唔多年紀，其實大家一齊退休都冇咗嗰個競爭嘅目的噶啦。即係如果你話原本喺工作上大家可能爭上位呢，係會有一個競爭嘅關係，咁但係都差唔多60歲啦，就冇必要再上位啦。即係人生都差唔多走咗大半啦，仲掛住做嘢，唔嘗試下享福咩？咁其實講真，你對你同事可能係對得多過你自己屋企人嘅時間上，某程度其實都係一個好親近嘅人。我成日都可能係我成日都覺得，如果係難得做到同事呢，即係都係前世修來有啲關係。如果純粹淨係工作上有交流呢，其實浪費咗呢一段緣分啦。咁如果可以同時做到朋友呢，係我好期望嘅一樣嘢嚟嘅。但係好似喺香港呢，唔知係大家對其他同事太有戒心啦，定係我太天真？即係我已經唔少年噶啦，我4字頭噶啦，即係啱4字頭啦。或者你當我拍呢段片嘅時候呢，40歲咗幾耐啊？個零月咁啦。咁但係都仲係期望，或者係有一個想法，就係其實同事點解唔可以做朋友呢？嗱，好啦，咁啊呢啲閒談就講到而家啦。嗱，今日咧就係2026年嘅2月5號啦。咁你睇翻對上幾日，其實個股市咧大上大落，算唔算大上大落咧？唔算大上大落啊，淨係得大落，即係冇乜大上嘅。每日都喺度跌，一時又大跌，一時又少跌。如果你係持有住股票，即係甚至好似我咁樣滿倉股票咧，其實真係好慘嘅。講真，即係你每日望住自己個倉喺度跌。朝早就蝕港股，夜晚又蝕美股，跟住聽朝瞓醒港股，你以為會反彈咩？唔會咯，繼續跌咯。
咁對於我哋呢啲槓桿指數仔啦，叫做即係我諗我同另外一個博主都有一個差唔多嘅想法，或者差唔多嘅稱呼嘅，大家都叫自己槓桿指數仔咁樣。咁就如果咁，我通常咧就投資個 style 我就盡量唔揀個股嘅，因為自問對於個股分析嘅能力咧唔係特別高嘅，同埋我同大部分香港市民都一樣啦。你大部分時間就去咗返工，每日放工返到屋企食埋飯，你當8點鐘啦。你有幾多時間研究啫？你好多時候都係睇人哋嘅研究，然之後就作出一個決定。咁當然啦，冇話睇人哋研究唔好嘅，俾錢買 report， 即係 Thinking Alpha 咁樣，用錢嚟到換取人哋研究嘅時間，直接睇報告，咁可能會慳到時間。咁但係點解要做到咁呢？如果係要咁，不如就買指數啦。咁當然啦，買指數呢，同個股相比，指數嘅波幅呢，細得太多啦。可能係一個較為確定嘅回報啦。咁一般人可能都唔係太覺得唔夠啊。咁所以就會出現槓桿指數呢樣嘢，就因為指數本身波幅唔大，你做咗一個2倍或者3倍槓桿呢，你 total loss 嘅機會其實都非常非常之細。再加上市場會有剎車系統噶嘛，你一日單日跌幅過大呢，其實個市係會停嘅。咁所以你係某程度上你永遠都唔會 total loss 嘅。喺呢啲咁嘅波動市啦，嗱喺我錄音嘅時候呢，納指期貨呢又由升轉跌啦，今晚應該又係腥風血雨，已經連續跌咗好多日啦。咁但係究竟我個倉點呢？嗱，我而家呢已經係即係不幸地滿倉咗槓桿指數噶啦。咁每一日跌呢，我都蝕好多錢嘅基本上。咁但係唔係嘅咧，因為我本身呢都有一個紀律嘅。我而家買槓桿指數，我嘅滿倉呢就係我1/3嘅資金，至到1/3資金啦，大約係。咁我就有2/3資金呢，就喺啲比較保守嘅嘢度。咁但係就算係比較保守啦，大市跌其實佢都跌嘅，即係跌得少咗啫。所以整體成個 portfolio 呢，其實都跌咗唔少噶啦已經。咁但係唔緊要嘅，始終我哋買指數呢，背後有一個嘢你一定要接受，就係假如啦，因為例如你話買標普500啦。你要獲得標普500長期嘅平均年回報，例如10%，嗱講緊長期平均年回報啊，即係唔係講緊每年都有10%，而係你今年可能30%，下年就跌10%，再下年咧又有20%，甚至再多啲，但係間中咧會有一年大跌嘅。你要最後咧全部除翻勻，平均年回報係 10% 啦。咁你要獲得呢一個 10%，你就會理解為你必須要全期時間都持有，你係唔可以有一刻唔持有嘅嚇。咁而全期時間都持有呢，你就必然會遇到你喺歷史上面見到嘅所有跌幅。例如22年咁啦，可以一個月跌你13-14%。如果你要獲得市場平均回報呢，呢一個一單月跌你13%呢，你必然會要遇到，你必須要接受，你要接受到呢一個波幅，你先可以獲得呢個市場平均年回報嘅。如果你無法接受呢，你就有機會賣走咗啦，諗住跌低啲先再買啦。但係往往大家都知㗎啦，賣走咗你諗住跌低啲再買呢，你最後會幾時買翻啊？你就會有機會喺個市升得高過你賣出個價，你先至會買翻，因為你覺得個市嘅氣氛變翻正常啦，又可以再持有啦。如果係咁嘅話，咁同你完全唔賣出有乜分別呢？其實冇分別，你仲蝕咗手續費添。咁所以我哋呢個槓桿指數仔呢，背後嘅原理呢，你要賺到槓桿後嘅平均市場回報呢，就必須要接受更加大嘅波幅，然後要信念要堅定。你諗下，就算係22年咁樣跌咗你大半年，最後你咪升翻上嚟。所以咧，我而家就滿倉啦，希望我錄呢條片能夠幫自己增加咗嗰個信心，就係繼續持有啦。嗱，蝕錢就固然唔開心噶啦，
我哋已經有好多心理學家咧出晒報告，就話喺虧損嘅時候咧，你嘅唔開心咧就會係你賺相同金額嘅2倍嘅，即係你要有雙倍嘅唔開心，你同樣賺翻同樣金額咧，你自然只能夠換得一半嘅開心嘅啫。但我哋槓桿指數咧，其實就需要一個更加強韌嘅心態，如果唔係咧，就冇辦法堅持到最後，咁就無法獲得呢個市場槓桿後的平均回報噶啦。嗱，由於時間關係啦，我個女咧啱啱玩啊，冚親個頭，係咪好痛啊？你講啦，話好痛啊，咁樣唔怕㗎，冇人聽到你講嘢嘅。咦，佢唔敢喺度講，佢而家我抱住咗佢，但係佢又唔敢講喎。咁唔緊要啦，咁所以今日嘅節目咧就到此為止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一齊講拜拜好唔好？拜拜。